跟住呢位表演嘉賓呢，係一個靚女嚟嘅，佢叫做 Angel。大家好，我係 Angel。Hello。介紹一下你自己先。我係 Angel 啦，咁現時係一位兼職模特兒啦，亦都係一位業餘嘅流行曲演奏家啦，同埋唱歌嘅。咁你係由幾時開始咧，發覺自己對音樂或者係對彈琴係有興趣嘅咧？由我以前細個10歲咯，10歲，咁我爹哋就中意聽歌嘅，咁我自己就有部電子琴啦。咁我就會跟住啲歌嚟彈啦。我記得就係嗰時係聽陳慧嫻嘅《痴情意外》，跟住就會跟住嚟彈咯。咦，咁嗰時冇人教你㗎？冇人教㗎。咁你要自己撳翻啲音出嚟。係啊，撳翻啲音出嚟啊，跟住話俾爸爸聽下我彈到喎咁樣。咁啊，爸爸覺得都好中意喎，咁有啲天分喎，咁不如俾佢試下學琴啦咁樣。咁我咧就去過你嘅視頻網站嗰度睇過你嗰啲片啦。咁當中咧大部分咧都係一啲你翻唱其他歌手嘅歌啦，即係譬如係到此為止啊，又或者係唯獨你是不可取替啊咁樣啦。咁既然你對彈琴咁熟悉啦，點解唔試下自己作曲嘅？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一位鋼琴老師嚟嘅，係因為我自己都要話處理平時學生嘅比賽同考試，咁所以變咗都未有時間去作曲，即係做呢一啲嘢咯。因為我自己認為即係做老師都係一種責任嚟噶嘛，即係變咗其實個時間係少咗去作曲嗰度咯。咁今次點解會參加 Live Tube 呢個音樂會呢？今次參加係因為想再去有一個突破咯，因為以前係主要都係參加歌唱比賽啊，即係會企喺度唱歌多啲嘅。咁但係呢，之後呢，我就會想去嘗試下自彈自唱咯。如果今天將失去眼前的一切